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每日经济新闻还有中国商报等等，今天都在报道王健林再卖48座万达广场，腾讯等熟人团接盘。时隔1年，泰盟投资集团再次出手。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披露信息，泰盟珠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就是泰盟珠海高和丰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腾讯控股、北京市潘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直接或通过其各自关联方共同设立合营企业，并通过合营企业收购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48家目标公司的100%股权。根据这个列表这48家目标公司分别涉及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多个1线、2线城市的万达广场项目。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21日发布的最新信息，该笔交易已被无条件批准。对于这一交易的具体金额情况，公告信息中并未透露。5月25日晚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上述交易分别联系了万达集团以及泰盟投资集团方面，但截至发稿，双方均未给出回复。王老板继续在坚定不移的甩卖资产呢。我记得好像他有400多座万达广场，这一次一出手又是48座万达广场，加上他去年前年卖的，恐怕卖了有80-90座万达广场了吧。我在以前节目说过这个万达广场它叫漂亮的女儿先嫁，他这些资产只要你愿意买，他都卖。所以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捡好的挑。每日经济新闻他说是腾讯等熟人团接盘。这个泰盟投资大家都知道对吧？反正他已经深陷万达可以这么说救王老板就是救泰盟集团自己。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所以说他又挣到了钱来继续买万达广场，这能理解实际上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么这个腾讯控股就不说了对吧？腾讯他在以前这个叫万达商管战略投资者里面就有腾讯控股。这个腾讯控股跟这个王老板也签了对赌协议对吧？万达商管上不了市，那这个钱就要还给腾讯控股，也叫回购但是他这个事情腾讯控股反正通过他手下控制的那个什么影视公司把万达影院给他接了，相当于顶账了。我不太清楚这个腾讯控股为什么第二次返回火场，就是他跟那个王老板的之间的这个债差不多也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这一次他又回来接盘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这个我个人理解对于这腾讯这样的公司因为它有大量的现金流，因为它赚的都是现金它都是钱，无论是游戏还是什么对吧？那腾讯估计账上趴的现金太多，对他来说苦如没有好的资产，就他钱他不能跟咱们一样存银行存工行，他的钱他得有处去也就是他得找到资产去投资所以我觉得恐怕腾讯也是挑来挑去，发现目前国内对吧？那个矬子里面拔将军还只有这些北京、上海成都杭州这些万达广场还算是优质资产，他是没有办法。这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他已经从这个泥潭里出来了，他为什么又进去呢？这个还有一家公司叫京东潘达，这个京东潘达大概跟京东有关系吧？那京东他对吧来接这个万达的盘，是不是说明京东有意要往线下去发展？这都有可能要不然他没必要对吧？京东也不富裕阳光人寿这就不说了，跟腾讯是一样阳光人寿这保险公司他就是手上大量的钱，他必须要找到对应的资产，优质资产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王老板又卖了48座万达广场那他是不是就得救了呢？这个不一定因为这个成立的这个叫合伙企业收购48家万达广场，他应该是承债式收购就是把万达广场那些债他也一把承接了。那这个48家万达广场，这个或者就是王老板通过出售这48家万达广场，他能拿到的现金恐怕不多真正拿来去还他其他的债务的不多。因为这个每个万达广场恐怕都负债，就是每个万达广场说不定都已经押给银行了，自身就有贷款这个承债式收购而且现在目前线下经济不太好，这个商场本身这个经营业绩就一年不如一年，这个商场都租不出去这个商场拿在手上恐怕不仅是贬值，而且它现金流都是负的。对王老板来说早卖早收益这些资产有可能成为他的拖累。
成为他的这个负资产，对吧？一个商场人吃马喝的，一年要多少钱呢？对吧？那个电梯各种维护、各种税，但是你现在没人，没有客流，对吧？你有招商，那上面很多的3层以上都是空的，所以说每个商场恐怕都在赔钱，真正赚钱的很少。如果每个商场都在赚钱，那我想啊，他早就卖掉了，不至于啊拖到现在。也就是说啊，王老板卖了这48个万达广场，得解决他的债务啊，恐怕是杯水车薪啊，还得接着卖。我们再看看《新京报》啊，它有个报道，它这个报道估计很多人听了之后还比较解气啊。也就是说，尤其是那些买了烂尾楼的啊，这个《新京报》说啊，中石油子公司组织团购商品房烂尾，逾期9年仍未交房，涉及资金过亿。这是《新京报》报道啊，说中石油子公司团购房烂尾9年啊，要房无门，退钱无望。近日，多位中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长庆运输分公司，简称长庆运输公司啊，职工向澎湃新闻反映称，在单位的组织下，2013年他们在西安市经开区认购了陕西高宏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叫贞观首府，但本该2016年5月交付的楼盘至今停工，逾期交房已有9年。除了长庆运输公司，多名中国石油系统的职工也参与了此次团购。本以为能享受优惠福利的一次内部团购，没想到让诸多购房者家庭陷入危机。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有债权人获得涉事项目开发公司的股权，成为公司新负责人。当时其表示将解决前期遗留问题，但让购房业主们失望的是，项目建设启动一段时间后，又因资金问题再次停止。看样子这个项目啊，烂尾比较彻底，换了个股东来都不行吗？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先后联系涉事开发商长庆运输公司和当地政府，均未获得回应。他这文章很长啊，你说说吧。中石油那可以说叫油霸呀，对吧？这个垄断石油，哎，中石油职工内部团购商品房烂尾，你说这找谁说理去？我记得西安啊，好像是咸阳新区吧，恒大刚爆雷的时候，那儿有恒大项目，那个恒大项目啊，这名字我忘了，就有当地很多啊帽子叔叔啊也买了那个房子，有的是帽子叔叔家里亲属买的，有的是自己买的，结果烂尾，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啥也干不了，也只能去维权。这个《新京报》报道啊，说贞观首府小区位于西安市凤城6路。据当地媒体报道，小区之前一共规划了4栋住宅楼和1栋办公楼，大约有500户住户。2013年底，中石油长庆运输公司组织内部职工团购住房，多名职工表示，当时公司以内部 OA 形式下发文件告知员工，除了运输公司职工外，其他中石油系统员工也可以参加团购，平均价格是5500元每平米。但是2013年啊，我记得那个凤城6路应该离那个西安市政府挺近的，市政府应该是8路吧，还是9路啊？职工介绍，为了组织团购，长庆运输公司还成立了团购房项目组，为了体现购房公平，还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和工龄排名，排名靠前的优先选房。你看看啊，那时候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你现在买房到哪儿去，人家都求着你买，那个时候还要排队，还要这个资格审查、工龄排名。当初买房就是想在西安有个家，而且更看重的是单位的组织，可信度高一些。谁料到就因为信任单位才落到如此下场。一名购房者向澎湃新闻表示参与团购的业主都系中石油职工，有不少外地人，来自宁夏、甘肃、四川等地。据央广网报道，在长庆运输公司的合作框架下，来自甘肃、陕西、宁夏多地的400多位中石油员工加入了团购大军，募集的资金超过1亿元。澎湃新闻注意到，双方签订的并不是房屋买卖合同，而是住宅认购协议书。协议书上称，双方在签署时已认真阅读并认可高宏房地产公司与长庆运输公司签署的团购协议书及本协议的所有条款。令业主们无奈的是，到2016年5月交房时间，他们并没有等来交房，项目也没有继续施工，而是处于停滞烂尾状态。多位团购职工认为，长庆运输公
公司作为团购走资方，应当承担相应责任。2016年7月，长庆运输公司负责人向央广网记者答复时表示，团购住房是职工们的自愿行为，我们没有号召他们，单位有义务帮助大家维权，但没有责任承担后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这个团购的这些职工现在找开发商肯定找不到了，开发商都已经黄了，他现在找这个中石油，认为是中石油组织团购，所以你得负责。那你找中石油，那不就是找大头吗？不就让大头负责吗？那这也不合理啊，对吧？这是你跟房地产公司的关系啊，你找这个中石油，那不就找大头？这中石油是全国人民的，中石油赔钱，那不就全国人民赔钱吗？这吧让维维老师情何以堪呢？2024年1月2号，有贞观首府楼盘的业主通过西安12345市民热线提交了求助投诉。西安经开区管委会的回复显示，经了解，市民反映的贞观首府项目为红色村125组城改项目相关问题，因改造主体资金链断裂，项目出现停工，资源规划局和积极协调改造主体，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不少工人表示，他们如今陷入了要房无门、退钱无望的境地。为了能要到房子，这些团购的业主们组建了微信维权群，一直在讨论房子进展。说2025年5月，澎湃新闻记者多次拨打高鸿房地产公司新负责人电话，均显示无法拨通。之后，记者联系西安经开区管委会，也未获回应。你就是中石油的员工，对吧？也遇到维权问题，也遇到买房烂尾，而且他这个一烂尾烂了10几年了。中国经营报报道西安楼市开卷好房子，购房者该出手了吗？西安新房价格连续8个月下跌。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西安新房价格环比继续下行，已经连续8个月下跌，创新房价格最长连跌记录。而在市场端，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访了解到，在房企竞争过程中，打造好房子，满足居住舒适度，内卷产品力成为竞争的主要趋势，楼市分化仍是主流趋势。不论从区位板块热度，还是供应产品打造，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西安房地产行业资深分析师表示，目前市场加推上新房源，多为第4代住宅，主打高赠与、赠送与社区配套服务、景观附加值，以打动客户，满足居住空间的多维需求。后市产品力、服务力将继续内卷，房企硬实力、软实力的全面比拼更为突出。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说，你看这个西安的房价、新房价格连续8个月下跌，就大家知道西安目前楼市是什么个局面。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刚才说中石油那个职工集资的这个就团购的那个房子，那解决起来就更难。大家记住了他2013年团购的这个西安的房价我有点印象，它应该是2018年涨得特别快，它前面都没怎么涨，一直都比较慢。2018年到2020年，也就是口罩期间呢，甚至到2021年，就是恒大暴雷之前，那西安的楼市是来了一波比较猛的涨幅，应该是这样子。有西安的网友可以说一说然后后面就是震荡那现在呢，连续8个月下跌，那就大家记住了，就是在那个暴涨的时候，你资产的价格在暴涨的时候，它这问题都没解决。那现在这个资产在贬值，对吧？这个价格在下跌，房子也卖不掉，那你说你那个事怎么解决？没法解决没有人愿意接手接手了就是赔钱了。实际上如果大家关注西安的房地产的话，会发现西安像这样的烂尾楼还不是一处而且好多都是烂尾就10几年了。这个我记得我的节目里面都转发过好多回这个很多 UP 主在西安拍的那个烂尾楼好惨，对吧？那好多农民买了房子，然后就烂尾在那儿，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毛坯房里面住，没有水没有电，然后他们就点蜡烛，拿电瓶，对吧？照明，完了之后拎水上去吃。这个西安好多这样的房子那现在如果房价还在，对吧？还在跳涨，那他这个问题还能解决。这房价在跌，那这个问题更难解决。不光是西安的这个楼市这个不咋地。这个你看这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现在潮水退去了我们也看这个浙江媒体报道，这是浙江经视报道说3月小阳春后，杭州二手房价格回落。5月25日，杭州3月份杭州二手房交易迎来小阳春，有成交的小区中，一眼望去大多是涨价的。
不过，经过3月份购房需求集中释放，进入4月后，杭州二手房热度有明显回落。其中，钱江世纪城、运河新城、万达广场商圈等板块待看量明显减少，不少房东在4月纷纷小幅调价，也就是降价了。运河新城板块一家房产中介表示，以万科和宇光年府为例，2021年开盘时单价在每平米3万8，4月以来成交价约回落到4万3，成交量并不高。中介表示主要原因在于3月份迎来了一波购买学区房的家长，现在已经趋于平稳。也就是3月份又套一批家长了，又套了一批业主。你3月份买的正好它涨价，现在价格回落了，恭喜入套啊！大家看视频啊。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5月份杭州二手房的日均带看与4月日均环比持平。从日均的新签单量上来看，5月环比4月下滑8%。整体来看，市场活跃度还可以。从成交的结构上来看，二手改善需求有所退潮，比如申花板块3、4月份热门的次新房，当前的新签单量只有4月份20%。以富香园为例，富香园在今年正月初8办出第一张房产证之后，2个月内成交了110套二手房，在板块内算是炙手可热。到了5月份，价格成交量也已经趋于理性。因为你前2个月成交的比较旺，这个5月份成交的是5套嘛，总共5套，按说是比较去理性了，就是大概成交价是7万多、8万多，看面积的。面积越大，单价会高一些。包括我们旁边还有其他楼盘一个新交付放量那会导致一些流量的一些分流。数据显示，经过3月份购房需求集中释放，进入4月之后，杭州二手房热度有明显回落，其中钱江世纪城、运河新城、万达广场商圈等板块待看跌幅最为明显。不少房东在4月份纷纷小幅降价。运河新城板块的一家房产中介表示，以万科和宇光年府为例，2021年开盘的时候单价在每平米3万8，4月以来成交价回落到约每平米4万3，成交量并不高。中介表示，主要原因是在于3月份迎来了一波购买学区房的家长，现在已经趋于平稳。3月份买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9月份、8、9月份下半年入学嘛。二手房的价格现在基本上成交价就在4万3这边。前2个月能达到4万4，4万4左右，但是呢，这2个月还是4万3、4万4还是涨得太快了，因为它当时的一个买进价的话也就3万8嘛，新价1个月成交1套，3个月成交1套，就这里面的房子，好的时候1个月10几套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二手房成交收窄，买卖双方开启了新的博弈，再加上天气转热，楼市进入淡季，接下去房价预计会维持平稳。不过，另一个方面，今年杭州土拍高地价的项目，比如蒋村的低密度项目、水电新村项目等，这些项目的产品上市之后，品质定价以及未来销售的情况，是否会推动杭州形成新的价格体系，还有待观望。我记得这个4月份呢，这不杭州土拍市场不是异常火爆吗？不是每天都刷新这个历史记录吗？那个拿地价都是8万一平啊，然后过几天又刷新记录，过几天又刷新，怎么这才5月份就扛不住了？怎么不炒作了呢？炒不动了，对吧？你炒来炒去现在还有能力接盘的韭菜，他只有那么多翻来覆去的就那些人，对吧？大部分韭菜现在已经躺平了，人家就不打算买了，看你表演呢，对吧？你把那个什么核心地块炒到20万一平有什么用呢？你看这就说明4月份那一波炒作没起到效果，本来恐怕是靠这个炒作带动一波房价都这个时候了有些地方还想靠炒地皮、靠炒房子，对吧？来解决问题，可以说叫越渴越吃盐呢。这个韭菜真实情况，我想大家都有了解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就因为不幸在高点买了一套房，完了之后现在呢工作恐怕有变动，不是被裁了、被优化，就是降薪，所以一下就陷入困境。这样的人非常多。今天在网上有一个人呢，他写他的买房经历他说没办法了，房子我也想断供了。我们看看他发生了什么，就是现实生活怎么把他击垮的。他说他17年买的房，首付20万，贷款70万，刚开始每月还3700，咬咬牙还能撑。他总价90万买的房，那说明
应该是在个2线或者3线城市，因为这个在1线城市你买不了房，对吧？也再远的地方恐怕也不止90万了，所以我估计他应该是在2线或者是3线城市。他说刚开始每月还3700，咬咬牙还能撑，现在利率降了，每月还3200，但即便这样啊，他说我已经快喘不过气了，已经还了8年，还了35万，就是他8年间啊，每个月还3700，现在还3200，他已经还了35万了。然后结果他一算，他贷款70万啊，他还35万，25万还的是利息，本金才少10万，也就是他银行贷款还有60万。你说找谁说理去？还了8年，然后未来还要还20年贷款。买房那会儿我信心满满，2017年房价涨得吓人，身边人都在说再不买就晚了。他说我一咬牙，拿出全部的积蓄，还借了点钱，凑够首付20万。签合同那天，我还觉得自己做了件大事，心想有房就有底气。可谁知道这房子成了压在我身上的大山，还贷的日子不好过。他说刚开始3700的月供占了我工资的大半，老婆孩子的生活费，父母的医药费，每月算来算去卡里没剩几块钱。后来利率降了点，月供变成3200，可这点降幅根本救不了我。8年间我还了35万多，可本金才还了10万，算下来大部分钱都付了利息。你看看，25万是银行的利润，是支撑银行现在这个股价啊，维护胡适这个指数的贡献。所以说啊，这些房奴啊，这些按揭贷款的这些人，是他们默默的为股市啊叫负重前行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都是有人在默默的负重前行，就是房奴。你看他还了8年，给银行打工25万。问题是啊，他说现在我工作也不顺，原来在厂里做技术，每个月能拿6000多，勉强够用。可去年工厂效益不好，裁员裁到我头上，现在我只能打零工，收入时有时无，平均每月不到4000，3200的房贷像绳子一样勒着我的脖子，家里人看我愁眉苦脸，也跟着着急，可谁也没办法解决。卖房更不现实，现在楼市行情差，房子挂出去没人看。说邻居老王去年卖房赔了30万才出手，他说我这房子要卖，估计得亏一半，首付20万就打了水漂，还得背一身债。也就是他那个房子啊，他是90万买的，那现在顶多卖个40-50万，你就说50万吧，按多了算。但是他现在还欠银行60万，他把那房子卖了，他还欠银行10万，你说他这一辈子干了个啥，对吧？首付没了，8年的贷款35万还了，完了他还欠银行10万，这房子也没了。这就是啊，一个普通人呢，买房不慎陷入绝境啊。他说我开始反思，当初为啥非要买房？那时候身边人都说租房没出息，买房才算扎根。我一个普通工人，也想给老婆孩子一个家，可现在家没安定，反倒拖累所有人。我跟老婆吵了好几次，她埋怨我当初太冲动，我也后悔，可后悔有啥用？房子已经买了，贷款已经背了。这事不止我一个人遇到，网上看了不少帖子，像我这样的房奴一大堆。有个网友说啊，他还了10年贷款，房子市值还不如贷款多。还有人说断供后房子被收走，信用也毁了，日子更难过。这些故事看得我心慌，可又觉得离自己不远。说断供真是最后一招了。我听说断供后银行会拍卖房子，还清贷款后剩下的钱归我。可现在的房子卖不上价，拍卖估计也亏得一塌糊涂，更别说信用没了，以后贷款买车做生意都没钱。我一个40多岁的人，真不想把自己逼到这地步。也就是他现在在纠结啊，是继续还贷款还是断供，哪条路都不好走啊。如果继续还，他现在打零工，1个月4000块；如果断供呢，那就意味着给自己画了个句号，彻底的啊，就这个叫自暴自弃。他说我在想能不能跟银行申请延期还款，或者把贷款期限拉长点，月供少点，日子也能缓口气。可这只是想法，银行同不同意还得看运气。银行肯定同意，因为现在要断供的人太多，对银行来说啊，他没法招架，所以这个跟银行协商是可以的。但是啊，你越这样，你要还的利息就越多。银行可不做亏本买卖啊，银行那边还要扛股价呀，还要扛股市的指数啊。所以说你要是说拉长还款期限，每个月少还点，那你的承担的利息就更多。
年轻时总觉得努力就有回报，可现在才明白，有些决定一步错，步步错。买房是为了生活更好，可现在生活却被房子拖垮了。实际上这就是普通韭菜啊，这很多的人的经历。你只要是对吧？2016、17年买的房，当然了，你2020年买的房那就更惨，对吧？2021买的房也惨，那是最高点了。这种加杠杆的、贷款买房的、收入不稳定的，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前半生啊都毁了，还背了一屁股债。哎，这就是代价，这就是买单呐，对吧？总有人买单，你不信，对吧？越是抗风险能力差的人，他越要买单。所以，即便是现在啊，很多地方房价已经腰斩了，很多省会城市房价也腰斩了。即便是现在，韭菜买房还得慎重，对吧？你稍有不慎，那房价再往下跌个20%，完全有可能。你想想南京啊，南京那个中海的3个项目直接打6折，是不是你就以为它到底了？从对吧36000到现在23000，你以为它到底了啊？但是它很有可能再跌到18000，没毛病啊。跌到18000，那你首付又没了，对吧？再往下跌到15000，那跟刚才那个 UP 主说的又是一样的。所以说，即便现在啊，这个房价已经跌了很多了，你要买房还得慎重，对吧？也就是说，考虑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对吧？你这个3年没有收入，你能不能扛得住？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